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7日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康阿文。这时阵咱们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铁路警察李成汉要保护乘客，从那几往期内政部长徐国勇今仔宣誓会尽全力来支持警方的公权力。来看高雄路就出现了本土型的天高率，和台南的是同款的病毒，建议台南甲高雄会当做伙合作预防。来看是美国加州又搁发生瑞士规模7.1的强烈地震，这届地震比昨日还搁强11倍。咱来看，讲最近小说发生在警察执勤的时阵来受当伤，甲不幸过往期的事件。内政部长徐国勇今仔是宣誓，会尽全力来支持警方的执法。那真正拄到威胁，都爱提出公权力随来抓人。啊，今仔日有哪有一阵骑动机车民众去过往期的铁路警察李成汉所服务的派出所送回哦。同乡机车一台接着一台，全是要向3号暗时伫火车列车顶瞬捷的铁路警察李成汉第一。不少民众也自发性的发起悼念活动，献花祝祷警员一路好行。内政部长徐国勇是伫6号早起前往云林到便宜探视圣诞警员，并且向家属致意，因为云林马公派出所警方伫4号暗时拦截啉酒开车时，因为驾驶拒绝检测，还佫加速逃走冲路，致使4名副所长甲圣诞警员受伤，圣诞警员也伫咧加护病房。我们发现他是一个严重的肠破裂跟肝动脉断裂的情况。目前经过紧急手术之后，现在生命真相稳定。好，那预计这几天会在交会病房观察。好，那稳定之后，我们转到普通病房。继续嘉义发生警员执勤瞬捷的事件了后，佫传出警员受伤。内政部长徐国勇强调，为了社会治安，若讲伫执行勤务的时阵拄到肢体也是言语的攻击，唔免客气。这个为了社会治安，我觉得用枪时机，我觉得没有任何不对。在警察执行勤务的时候，那不当故意的以强暴胁迫碰到我们警察的身体或者言语的这一些，你就不必客气，立即逮捕。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当新北市市长，我才知道新北市的经费真的蛮欠缺的啦。那比起其他各都来讲，都是最少的。那就麻烦中央多拨一点钱给我用啊，然后我们才可以增加我们的员警数啊。所以拜托中央，人要来，钱也一定要来哦。警界出身，也搁捌担任警政署长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再次强调，根本的做法就是让基层警员勇敢执法，支持因更较合法的使用枪械。至于要扩编警力，也爱请中央加拨款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一项代志总算有结果，这就是中营航空公司这空服员罢工。今仔算是第17天，劳资双方下晡2点伫桃园市政府展开第3届协商，总算伫达到尾暗仔5点50分，劳资有签团体协约，我伫会后举行记者会，宣告这罢工的行动正式结束。我们要争取的其实已经不再是劳动条件这么单纯，我们要争取的是劳工基本的，就是在罢工这个部分，在争议的这个部分的基本的人权。我们要追求的就是不秋后算账，以及平等对等的和平协议。所以今天工会绝不好战，我们也承诺在未来3年，在一个有限度的情况下，跟公司开启一个新的劳资关系。员工的声音我们听到了，我们也是会努力来改善这方面的增加跟同仁的协商这个沟通。所以大家都很辛苦了。现在已经签了这个团体协约，那就赶快回来吧。我们重新为公司来打拼。
这场的协商会议是由劳动部长柯明春亲自来主持，签落来团体协约了后，中营估计航班7月底进程应该会稍稍来恢复，不过全部拢恢复可能要等到8月咯。要来看是高雄路段出现了这个本土型的天狗热，验出来讲和台南讲是同款的病毒，因为这个所在有那换真近，有那和这个台南市长黄伟哲搁一届呼吁，台南高雄会当互相合作来防治天狗热。第六支工到伫来摒扫学校内底排水沟啊，台南市长黄伟哲讲，即阵台南已经有40本土型天狗热病例，伫高雄路得的本土型天狗热，甲台南相款是第2型病毒，两个城市要相换，也互黄伟哲提出高雄台南呼吸联防的概念，因为两边生活范围其实真接近。针对高雄路得本土型个案感染相关疫情的调查的资讯，也已经提供予台南市，双方会斗阵合作，不过再互4年前大流行的天狗热疫情搁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嘛，要看到这台中丰原这国丰路高架桥下骹有一颗田，讲有人伫遐开枪，造成一名这姓张的农民骹着枪，好佳在是无这生命危险。警方后来是透过监视器来锁定讲一个伫代志发生了后，就离开现场，在做派当故下的查甫人。现场遇到风速线，早起10点外发生枪击案，一个62岁姓张的农民对后里甲丰原国风过二段高架桥骹的田内去在切啊，却是雄雄互枪断着大腿，倒落时阵又去弄着头壳。辖区发生一件由119转报到我们分局来的一个疑似枪击受伤案件，民众偶发性的一个争执造成这个枪伤。发生枪击案了后，警方伫现场找相关的证据甲证据，有路大户修正歹找，对路口监视器发现一个做资源回收的查甫人，案发了离开，无摆拄就是嫌疑犯。严格和民众更加不安的是，这虽然地点较偏僻，有流浪汉简单的技术不过真少有重大的治安事件。偷窃是常常有，疫情上没有。像这种人不应该是开枪的人嘛，那个人那么老。尤其好像看起来好像在捡那个回收的，回收的人。警方透过监视器，虽然锁定可疑对象，不过有62岁姓张的农民讲，毋捌甲人结怨，也无熟悉可能开枪的嫌犯。相关案情也由台警方来调查，找出真正开枪的凶手甲作案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台南市某一间国小一名捌着过自侵优良教师奖的姓张老师，今年3月来逼出讲有成事了事件，5月互人死头路。林本教育基金会是指出，讲这老师安尼做其实是已经有20年的时间，今仔日嘛有6位过去捌互伊教过学生囡仔出面指控。更过分的是，他会要求你脱下裤子，张开腿，让他拍下面。他跟你说：“我是要检查你下面有没有清干净。”想到20年前国小时期发生的代志，4小姐几落摆后天，迄当时姓张老师对家己甲同学出现几落摆肢体上的不同行为，结果这20年还是一直发生。就是叫我坐在他的大腿上，然后就用小拇指就是摸我的私处。我说：“老师可以不要这样嘛。”然后他就说：“老师对你最特别，只亲了。”就这样长达了2年之久，对妹妹的身体、心灵受了很大的伤害。受害者指控姓张老师这20多年来，伫2间学校教册，按学校学生指出，老师以教册做理由，演说句对学生卡来手来，按学保护家己。向警方了后，校长到3天讲话，家长才无提过。老师转去 S 学校，按到 S 学校了后，老师又过来了。各用录影机、相机到游泳池翕录学生换衫，一直到今年3月爆发性病案，才有代志逼出来，5月向改评。从20年前，张老师就已经在学校犯下罪行，安然无恙的，到20年后，他一样的侵害小孩，而我们的政府单位却不努力，只想赶快结案。由校外专业人士组成的专案小组，大概预计是在7月底的左右全案才会完成调查报告。这性平的事件，它是有责任通报的，我们会依据性平法或者是说儿权法处分，还有行政的处分来追究责任。
教育指出，这老师机器人袂当驾册。按在调查过程中，有边的学生佮在校校的学生提出举报，已经全面启动调查。若是讲有任何包庇或者违法行为，全面会依法处理。日本教育基金会嘛呼吁修法，希望刑法增加儿童性侵害追诉期列为规定。按抗对儿童性侵害的人，嘛希望增加刑法，修订教师法相关处分，这样维护学生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加州又搁发生随时规模7.1的强烈地震。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这届的地震才是主要地震，透放出来的能力甲威力比主力的地震强要11倍。餐厅的大型吊灯熊熊海甲真厉害，可以当听到消费者的叫声。美国加州当地4号才当发生规模6.4的地震，5号暗时8点外阁发生7.1的地震。这一摆的震央是伫洛杉矶东北方差不多202公里的4个国家公园周围的里奇雷斯特镇。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4号的地震其实是5号地震的前震。The probability of a magnitude 6 in the next week is over 50%. It's something probably around 60%. And a very preliminary estimate, a probability of a 7 might be as high as 11%. It's going to continue. There's no reason to think that it's going to be stopping. 专家分析，这个地震释放的能量比前一天的地震更强11倍。离地震的强度，当然来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市、加南边的墨西哥拢会使感受得到。即摆已经传出有真侪民体因为地震引发大火，各有主体损毁、地基瘪起，甲民众受伤的状况。Initial power outage to 1,800 people. PG&E is working to find gas leaks. We have no reports of major gas leaks. We're being told 178 through the canyon is closed, and we're coordinating with multiple agencies. 目前当地已经开放紧急收容所，嘛，救灾人员展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加州州长纽森嘛启动了州紧急应变中心，用相关的电机来应对天灾。记者陈启东报道。来看到这委内瑞拉是庆祝因的独立日，因的总统马杜罗是主持阅兵，显示讲伊也阁得到军方支持。不过联合国的报告讲，马杜罗政府去年施行处决5000外反政府人士，所以反对派批评讲，这根本就是独裁政权。战车、战机、特种部队导弹拢总出动，到伫7月5号，委内瑞拉庆祝为西班牙独立208年一天，总统马杜罗伫首都卡拉卡斯的军事基地出席阅兵仪式。特种部队通过阅兵台时，也阁大声喊着效忠总统，凸显出伊永远得到军方的支持。Vamos a hacer ejercicios militares para la defensa del Mar Caribe, de las costas venezolanas y de la frontera venezolana. 24 de julio。就伫阅兵的同时，街道上的民众也举着国旗、喊着口号，也有人跳着民族舞蹈，四界充满着欢乐气氛来庆祝独立日。也毋过，日前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发表一篇报告指出，委内瑞拉政府动用暗杀小组施行处决反政府的人数将近5300人，佮将现场布置成以捕捉着当时的模样。对此，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伫出席街头庆祝活动时批评，这个政权已经被视独裁，呼吁民众应该继续上街对政府施压。La ONU lo dijo claramente, bien especificado. Venezuela hoy vive una dictadura, pero que lo vea el mundo también. No nos hemos rendido ni nos vamos a rendir ante ninguna dictadura. Vamos a seguir en la calle. 随上，为了表总统马杜罗落台，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伫今年1月自行宣布为代理总统，并且得到美国、欧洲几个国家的支持。美国甚至也阁一直透过经济制裁、外交孤立等手段来施压。对此，马杜罗也阁表示，政府甲制裁是不利解决问题，已经积极甲反对派开启对话化解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国内庆祝方面消息。对于中国倒转来台湾了后，台北市长郭文德今仔是到高雄去拜会高雄的龙田水利会会长，嘛互外界认为讲这是毋是在共慢跳啊卡咧？毋过郭文德是否认，对着最近一直有亲中国的政治人物替中国的宣传统一，即马政府有哪公告要来修法禁止咯？
前一天才对中国上海登来台湾，拜六早起，台北市长郭文铁伊到高雄，有几几天拢伫南部。只是伊头一个拄边的人是过去被看做是甲总统蔡英文比较亲近的高雄农田子理会会长卢文豪，被怀疑是伫对明年的总统大选起水温，甚至是伫个油条啊卡淹过郭文铁是后任。我们还是，其实对我来讲呢，到外面去是增广见闻的。其实台湾的行动不要放太大的政治化。只是除了郭文铁甲中国国台办主任刘结一见面以外，也未就政治人物亲中态势明显，也互蔡政府决定下一个立法院会期要完成中共代理人的修法，规定人民、法人等机关不用替中国进行危害国安的政治宣传。而这决定，互国民党质疑是为了选举。不过蔡英文讲，这是严肃的国安议题。今年初，习近平主席提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后，这个中国对台湾的全面性的渗透，让我们更要严肃以对嘛。没有，等到法修出来再讲嘛。我想法是这样的，我常常我们先不要把人家当作坏人嘛，等他们做完看。我想在讨论过程当中，各种意见都会出来嘛，所以说常常不用预先预定立场啊。蔡英文讲，台湾人民绝对未接受一国两制。中国透过真侪管道文攻武吓，才希望修法规范。立法院也已经三读通过，要求小众以上的退休将官终身袂用参加中国相关政治活动，若是违反并且情节重大，上严重的袂用领个退休金，也是罚100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的是，这国民党的党中央今仔是头一届透过了这网络直播公开这总统初选抽样的作业，有哪拍算到时阵这民调出来了后，这统计买当专程直播。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抽样作业，初六早时正式启动，为了拍党内花，对民调公正积极。党中央头一摆伫官方面册用网络直播专程公开抽样作业。我们就把整个过程摊开。在阳光之下，让所有的关心的民众，让所有民意调查专家来检视，因为我们不可能作假，我们也不会把拍掉，我们目的就是让所有的民众来监督，让所有的参选人能够信服。若是抽样作业公开透明，党中央一定15早时统一伫中央党部12楼拆开5间民调公司资料，加权处理，迅速报表统计作业，宣布民调最后结果会专程直播。来参加初选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透早去邦桥府中社会主体时，各界批评蔡政府甲农产采购来做关问题是乌白批评。民进党有点走火入魔，以后农产品先看一看是什么颜色的，再决定可不可以采购，没有意思嘛。那对农民来讲，我就是农产品能够卖得出去。农民能够赚钱大家能够生活是最重要的。我请的都是专业国际的选手来帮台湾打世界杯我就觉得说，请谁不重要，是谁能够把台湾经济救起来，带领台湾走上下一个才是最重要。尽管是党内竞争的郭台铭，最到屏东主向中参拜，继续拍经济牌。南洋总统初选民调作业，今日是执行过程。初六抽样作业完成了后，初八到10时进行调查访问，由5间民调公司执行。预计15就能知影初选民调是由谁代表参选。记者综合报道。第二方面消息来看是，这嘉义烦恼有一间庙办了这儿童夏令营，毋过是安排了放生的仪式，毋过有哪好了这民众发现讲放生的这鸟啊，竟然是这人所饲的鹦哥。画面中死去的鸟啊是俗称虎皮的鹦哥。进前嘉义县欢乐乡一间寺庙伫囡仔的夏令营举办放生的活动，不过这鸟啊拢是属有看放用的鹦哥，未少民众讲，这款的行为唔是放生，而是放死。他们通常从小都会在人工的饲育笼里面长大，那并没有做过野化的训练，所以其实他们放生的话，几乎都是直接放死。连那个笼中鸟跟野鸟都分不清楚，然后甚至我说野鸟也轮不到他们来放生，他们本来就生活在野外，你干嘛把它抓来又给它放生，这是什么意义？对，那个意义何在呢？针对民众的指责，表示除了伫脸书来下新的以外，也讲这鸟啊是有技术来提供，讲拢是野生的，有时表示才解放生。为了要救村内这鹦哥，民众也自发性来展开这个救援，希望能减少这鸟啊的死亡。带给小朋友很不好的观念，我觉得这是要纠正这些小朋友。
不要让他们从小就有这种观念，说放生是一件好的事情，不是什么东西都用放生来解决。嘉义县甲票方地所讲，放饲动物甲鸟仔违反动物保护法甲野生动物保育法的限制，庙市方面做进一步说明，依照相关规定依法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这公司台基台开台典礼，今日伫基隆港边盛大来举行。对于台语的歌谣、念歌到这台语的现代摇滚，拢展现了这台语的音乐正特别的特色。所以我们总统有拿到场，甲台语台恭喜哦。真雷声响起，公司台语台台语开讲做会出棚开台典礼活动，今仔日正式伫咧基隆港海洋广场盛大举行，邀请到真侪台语歌星，还有总统蔡英文、文化部长陈丽君，甲公司的董事长到场用台语开讲。即马讲台语的人是愈来愈少吼，尤其是少年辈吼，所以咱的台语台会成立，一定会互咱的台语文化会推广，更较顺利。武艺若忙。文化就定紧，公司台语台，毋是干那台语族群的电视台，是咱全民的电视台。一条搁一条好听的台语歌曲，记录无共时期伫咧这片土地放映的台语音乐，为传统念歌到台语 rap， 要带大家共同回忆台语音乐的过去，甲现此时。这个时阵，要邀请大家用感恩的心甲上大的热情，伫台湾母亲大山大海见证之下，我希望咱共同来祝福台语台甲台语文化重新出发。向前行，寒钱唔惊落土烂，只望祈孝代代传。唔望公司台语台用嚟互台语文化代代生传，行向世界。记者洪明真台北台基隆报道。马尾看到这全国高中职这二队的比赛，看因来拼关系。流畅的领唱动作搭配真有气势音乐，去年摕到亚军的新恒高中二队表现自信甲霸气，唔望超过去年成绩。国防部主办第3届全国高中职二队竞赛，今年全国各地拢总有44间学校报名，经过初选，最后9间学校进入决赛，每队能听义工场比一来关键。今年做比较长的准备，当然在枪法还有队形上面做了更多的变换，当然是这次的目的，当然也是希望可以获得冠军这样。为的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唔但有高中二队、国防部3军二队，也有演出展现超连的成果。除了精彩二队竞赛，国军为了举行甲民众距离，还阁设有 P3C 反战机的模型，和小朋友翕相体验飞行训练。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环，让教育在年轻人心中扎根，让他们来支持国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军方机台透过多元活动，和民众更加了解国军当时宣传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中介总署公布6月这消费者物价指数讲食米起上济。透早传统市场人真多，按不看人比买人多，因为顶个月连续几落天落大水雨，和菜市场内底蔬菜水果变较贵。有比较贵一点，买东西要斟酌一下，这样，真的1000块出来就没有了。该买的还是要买吧。中介总署公布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加0.86%，以10累起3.36%上升。起价幅度从30个月来新高，其中所在起20.03%，水果嘛起14.73%，起价幅度是28个月新高。另外，这项中央民生补助平均年起0.75%，其中卫生纸、面纸甲纸巾仔起6.72%，豆油起3.87%，胖嘛起3.14%。植物类的价格可能因为去年的基期比较有关系，因为我们看最近也没有什么台风，民生物资。整体它的物价上涨率其实只有0.几而已，根本连1%都没有到，所以或许是只有部分的民生物资，它因为机器的因素，或因为个别产品的供需因素而上涨。学者认为，即卖物价起的比例，相比前2季较悬一丝丝，啊，毋过其实拢比1%加，佮加上最近国际原油有落价，嘛抵消物价起的压力，因此物价起的幅度算是真温和。记者综合报道。
看起来，可能明仔载各地相关的天气，伫北部地区温度是27度到33度。来看的是这中部地区温度是26度到33度。伫南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温度是26度到34度。华岛的朋友，金门马祖是26度到32度。感谢详细收看，咱再会。